佔領中環發起人到政府總部聲援通宵留守嘅學生，帶領住我哋要奪回公共空間，奪回屬於我哋嘅公民廣場。我哋俾掌聲，學生！今日我哋嚟到呢度，我哋支持學生，支援學生，守護學生，做好多功夫先搶得返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、陳健民同埋陳日君樞機，朝早10點左右去到政府總部外面發言支持示威嘅學生，之後喺添美道坐低。戴耀廷話：同學事前知會佢尋晚會有行動，而佢會同學生一齊留守，不過唔會提前佔中。我哋都係要考慮到唔同嘅情況，有部分嘅市民可能佢哋會希望早啲，但係都有部分嘅市民呢就可以希望按一個原定嘅時間去做。咁我諗我哋係考慮咗之後呢，我哋就會認為我哋今日我哋並唔會係提早嘅佔中行動，但係我哋會喺度同所有市民、所有學生留到最後一刻，甚至乎係被拘捕。